我喺葵涌嘅美達中心樓下，轉頭會上去睇一睇一個27,000幾尺嘅全層單位。而家去睇睇。美達中心呢喺青山公路552號啦，係一個玻璃外牆嘅工業大廈，非常之大座啊！佢有個江曼企理嘅大堂，有2部嘅客 lift 可以上到嚟呢一層㗎。行過少少，呢一度呢就係個單位嘅正門啦。呢個單位全層大約有27,370尺。有7部嘅貨 lift 可以直接到達單位入邊，有3上800A 大電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都可以加到1200A 大電嘅。全層兩邊落地玻璃，採光度非常好。好，依家呢就上到嚟上落貨區。咁啊，過去睇一睇嗰啲貨櫃大唔大先。上落貨區呢就分2邊嘅，咁啊呢度係其中一邊啦。呢度係另外一邊啦。停車場入口呢喺國瑞路呢邊做出入嘅，高度有4.1米。可以入到40尺櫃。另外呢一邊呢有巴士去西鐵站，同埋小巴去荃灣西鐵站嘅，亦都有巴士去葵芳地鐵站嗰邊。